强调提供有温度的服务，给客人一份温暖归属的欣然休闲娱乐。有感灾害一发生，安置灾民就是最即刻要紧。特别在嘉义大地震、南溪等受灾为鉴，所以公司旗下2间商旅都将投入东区灾害防救体系，贡献一份力量。南溪的大地震，那刚发生的时候，其实那个当下我就有想到说，万一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忙啊，让社会上需要的人可以有这样的算是短期栖身的地方。好，那刚好区长他们这边刚好有这样的计划，刚好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旅馆的理念既然和东区区长黄炳源一拍即合，24号双方除了正式签订优先支援协定，2馆都将作为收容安置灾民的处所，同时也结合祥军兴业的发电机和抽水机等救难资源，进一步增加东区紧急应变能力。从应变中心的那个发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持续联系，那在10分钟以内，我们就到达现场，看怎么处理。那一直这2年下来的话，都还蛮顺利的，也可以共襄盛举，让各个的那个更多的厂商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大家来参与。每一次大地震或是每一次灾害，都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检讨咱规个资源协定建制，还是讲咱的量能的部分需要有安怎的一个加强。我想这些量能都是备而不用的啦吼，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邱董事长这一边能够将他旗下的2间非常棒的一个文旅能够提供出来，让我们的灾民备而不用。希望我们当然不希望去用到。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真的能够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棒、有一个温馨相加的一个感觉。在这场公司协力的灾害防救仪式当中，东区里长联谊会会长董金龙和许多里长以及议员服处代表也都踊跃到场见证，希望吸引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强化东区韧性。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